前几刚休年假呢，真侪人啊，拢会来到高雄高岭自然公园，还有大碧湖风景区来行村。市政府统计，初一到初四有22万人来遮佚佗。不过啊，环保团体是烦恼讲啊，这两搭是水源保护区，真侪人来到遮，还有车，恐惊会造成一寡污染。呼吁市政府呢，就爱开放用过一天7000人的管制。高雄市公园处表示讲，会过来检讨。 大大基的照顾卡对大碧湖游客中心的门窗村出来，新式的种地技术，请侪游客来翕相。高岭自然公园甲大碧湖风景区拢总有7大大型的种地技术，特色高水的造景，和2大景点，敢若正月初一到初四都有22万人次来遮耍。不过这款情形，和环保团体看了真烦恼，因为这是水源保护区，人多车多，都代表污染源嘛多。自来水公司讲的，2013年9月24啊，他们发文说。 这个限制7000人是为了保护高雄人的饮用水的水质安全。那你跟这种水质保护的专业单位的说法是完全冲突的吧？惊污染遮的水源嘛，所以买烦恼啊，上好有限制一个较好啦。加拉初三一天，高岭自然公园入园的人数就破3万人次，大碧湖嘛有28000多。款团认为，2大大型场地开放，和民众行大是好代志，不过也爱考虑到水源保护区的性质，建议爱恢复人数管制。对此，高雄市公园处表示，已经有落实游客入园的管理规定，后续会看情形检讨改善。公园处强调，环境保护首要落实场域管理与行为规范，必将滚动检讨，兼顾休憩与环境永续。因为小时候常常来这边露营啊，对，所以很乐见就是这边变成像往常一样那么多人这样。那至于像你刚刚讲那个问题，我觉得也是会有一点担心。 市府去年7月接手大碧湖了后，就全面开放免费入园，佮加上高岭自然公园的开放，和2大景点串联起来，已经成做高雄的热门景点之一。民众欢喜看到大碧湖会当佮闹热起来，不过要安怎伫观光带动的时，要顾到环境的保护，需要有关单位好好来思考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。